來踩，來碰，殺了，來踩，你幹嘛又碰到你了？來踩，很碰對不對？你不會是吊詭吧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呢度係打麻雀好勁抽嘅 wing wing， 起手兩隻紅中，又入一對，可以考慮做七小對啦。不過一般有得碰嘅話，我都會忍唔住碰㗎，因為碰咗再飛紅中嘅話，都係翻倍啫。主要都係睇後面啲牌點樣入牌咯。入隻綠同，咁就等碰隻入隻叫糊咯，唔做七對啦。腦子瓦測了你。咩啊？做咩啊？咁我真係要碰㗎嘛？我也是蠻有辦法的呢。單條字母啊。咁我咪碰得叻咯。他不碰那個對就已經自摸了。OK， 碰隻6萬叫糊，我選擇拖七索。好，上家碰2萬打3萬，咁我一定都會碰嘅。上家9張落地啦，唔知會唔會已經吊詭？不過唔理啦，飛咗先再講。上家唔係吊詭喎，咁我就碰埋佢，等我吊詭啦。過3關啊，大佬，俾機會摸牌喎。OK， 好，安全落地，翻倍成功，中10隻馬，即係20隻。睇第二鋪。喂，你打紅中，麻將飛紅中，怎麼這麼厲害？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現在一有空就打開 JJ 麻將練習，平時多玩多練，技術自然就提升啦。真的呀？我也下一個玩玩。呢手牌起手冇紅中，等運到啊！請注意，上車請注意。朋友們，你妹啊，你又來了，我都覺得打錯。入隻6萬，呢手牌都可以喎，咁就拆對子，拆7萬咯，2索9索感覺會比較好碰啲。都話你㗎啦。搞乜喎？俾咁多對子我，求碰啊大佬！OK， 終於都有得碰啦，咁就叫6、9同。對家，你嗰對8同大啲喎。6同自摸，正將2隻馬，摸2再加1，中16隻，點個關注再走啦。